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啊！大家好，最近呢幾日香港娛樂圈傳出一段好暖心嘅消息，三位老朋友黃子華、吳鎮宇同埋張達明隔咗足足28年之後，又一次聚埋一齊食飯傾偈。吳鎮宇嘅仔費曼喺社交平台分享咗幾張相片，見到佢哋三個喺餐廳入邊舉杯暢飲，氣氛輕鬆又開心。黃子華飲到面紅紅，神情有啲呆呆地。平時喺舞台上或者電影裏總係咁機智幽默，今次罕有露出咁盡興嘅一面。吳鎮宇就係一貫咁精神爽利，笑住同老友傾偈。而張達明雖然身形依然瘦削，面靠微微凹陷，頸巾都清晰可見，但佢仍然面帶笑容，手持酒杯，同大家一齊享受呢個難得嘅聚會時刻。呢張相一出嚟，即刻勾起好多老粉絲嘅集體回憶，大家紛紛留言話：人生有幾個真正老友記，的確係最珍貴嘅事。回想28年前呢三位好友一齊創作咗《Sogan Show》，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首演，當年反應熱烈到不得了，加場加到開晒日場，總共做咗44場。之後2年再添食第2集。轉戰演藝學院，又破紀錄開足59場，前後超過80場演出，入場觀眾人數超過10萬，影碟更加賣到20萬張，成為香港棟篤笑史上一個里程碑式嘅作品。呢個 show 唔單止係搞笑咁簡單，佢哋用辛辣嘅語言、誇張嘅肢體表演，去諷刺社會上種種現象，笑中帶刺，又貼地又深刻。陪住好多香港人成長，至今仍然係好多人心中嘅經典啊！而喺呢個黃金組合入邊，吳鎮宇嘅表現尤其令人眼前一亮。平時佢喺電影裏多數演硬漢角色，例如《無間道》系列同《爆裂刑警》，都係冷面殺手形象深入民心。好多人以為佢只係演技派，點知一上到 Sogan Show 舞台，就完全放開晒自己，爆發出驚人嘅喜劇能量。佢最令人拍案叫絕嘅就係嗰啲純物理喜劇環節，由單刀耍到雙刀，再升級到3刀、4刀，最後5刀齊飛，動作又快又準，仲要加埋誇張表情同突然崩壞嘅身體扭曲，觀眾笑到碌地都嚟唔切。呢種 timing 同默契，證明真正嘅搞笑唔使靠對白，單靠肢體同表情已經夠力。更加神嘅係佢扮維園師奶嗰段。3個大男人突然變身神韻阿姨，一邊做運動一邊八卦時事，討論台灣政局，馬英九、師奶腔、手勢、眼神全部到位，低俗又高級，諷刺得淋漓盡致。吳鎮宇一本正經又突然爆笑嘅轉折，配埋黃子華同張達明，化學反應簡直完美，證明佢係圈中一個被嚴重低估嘅笑彈。咁當然啦，仲有嗰首做過文明中國人，更加係神級模仿。佢哋將劉德華嘅中國人改頭換面唱到長江黃河仲有黑龍江，拉屎不洗手根本不是人，男人女人仲有變性人，隨地吐痰食完嘢唔洗手，公廁唔沖水，一啲社會陋習全部俾佢哋用最誇張最直接嘅方式唱出嚟，配埋低成本特效同3個男人一本正經嘅唱功，笑到人噴飯之餘又忍不住反思自己。呢種香港式黑色幽默經典到而家重溫 YouTube 片段仲有成10萬幾10萬人次觀看，有人做迷因，有人留言話越睇越正。好多粉絲細個買咗 VCD 仲有機會攞到限量贈品。嗰隻毛毛公仔雖然而家電池用晒已經唔識發聲，但好多人仍然好好保存住當成珍藏。每次見到佢就即刻諗起當年台上3個 uncle 扮恐龍、海象、蜜蜂、鬥雞，一粒聲都唔出，就靠動作笑爆全場嘅畫面。呢種實物回憶比任何片段都更有 feel， 代表咗一個時代嘅集體歡樂。不過呢次聚會雖然開心，但係大家睇到張達明嘅近況都難免有啲擔心。佢2011年確診第3期鼻咽癌，之後經過7年漫長抗癌路，終於成功康復，但治療過程留低嘅後遺症，至今仍然影響住佢。化療同電療令佢身形暴瘦，四肢有時無力，口齒亦稍為唔清，行路偶爾都要人扶或者用拐杖。
最新嘅活動同聚會相片都見到佢面卡凹陷，頸筋明顯，但精神狀態始終保持得好好，仍然有心情同老友飲紅酒，笑住聊溪。呢種堅強其實好值得尊重同欣賞。抗癌之路從來唔容易，佢用實際行動證明咗，只要心態正面，生活仍然可以過得精彩。正因為咁，好多網民雖然好想佢哋三個再開返場大 show， 重溫舊日高光，但都明白健康永遠排第一。蘇根 show 當年係高能量表演，又唱又跳，又耍刀，又即興爆笑，體力同耐力要求好高。如果硬要三位 uncle 為咗滿足粉絲而勉強自己，反而會破壞咗嗰份完美回憶。人生最緊要係珍惜眼前人，偶爾聚埋食飯，飲杯酒，笑下舊事，已經係最好嘅延續。當然，如果佢哋有心機，簡簡單單喺 YouTube 拍幾條短片，都係一個好實際嘅選擇。譬如吳鎮宇即興耍幾刀，或者三人重溫文明中國人加埋新版笑點，又或者扮動物加啲 AI 小特效，30秒到1分鐘就得。壓力低，唔使長時間排練，又可以慢慢試水溫，粉絲一樣會瘋狂轉發留言支持。費曼本身係黃子華超級粉絲，之前金像獎仲為偶像落重注。呢類短片如果有佢幫手 share， 效果一定事半功倍。其實蘇根 show 嘅價值從來唔單止係舞台上嘅笑聲，而係佢哋三個所代表嘅友情同創作精神。28年過去，佢哋各自有各自嘅事業。黃子華近年電影票房破億，吳鎮宇繼續演技爆棚。張達明雖然身體有挑戰，但仍然堅持復出。但三人之間嘅聯繫從來冇斷過。呢種老友記唔使日日見面，都知道對方喺度；唔使大張旗鼓，都知道彼此支持。呢次聚會正正提醒大家，人生最寶貴嘅就係有幾個真正了解你、陪你笑、陪你喊嘅朋友。無論世界點變，呢份情誼永遠係最可靠嘅依靠。所以我哋同樣要學識珍惜，唔好自顧住叫開 show， 而係要尊重佢哋嘅決定同身體狀況，將美好回憶好好留低，慢慢回味就已經足夠。希望三位 uncle 繼續健健康康，無論係電影、舞台定日常生活，都可以繼續帶俾大家歡樂同啟發。因為真正嘅經典從來唔會因為時間而褪色，真正嘅友情亦會喺每一次聚會入邊重新閃耀光芒。呢個世界需要更多咁樣嘅故事，提醒我哋笑一笑，生活原來可以咁簡單又咁美好。嗱，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